你係咪都試過咁樣嘅情景？明明朝早起身，啱啱先喺屋企個佛台面前上完香，敲完木魚，個心好似平靜咗少少，點知一轉個頭，出到客廳，老伴為咗啲雞毛蒜皮嘅事，得多你兩句，又或者個仔打通電話返嚟話今晚唔返嚟食飯，孫仔又喺度扭計，你嗰把無名火就砰一聲由心底燒到上頭頂。發完脾氣之後，你望住尊佛像，心入面唞咗一條好長好長嘅氣，充滿住深深嘅內疚同無力感。你喺心入面問自己：唉，屋企咁多煩心事，身邊啲人又咁難頂，我呢世人仲點修心？我係咪根本就冇資格學佛？呢個聲音喺好多人心入面都出現過，尤其係去到我哋呢個年紀，大半世人為咗頭家仆心仆命，到老咗想揾個清靜地念下經打下坐，點知身邊總係有還唔完嘅人情債，搞唔掂嘅家務事。好多人會覺得自己年紀大啦，俾俗事纏身，根本冇時間清修，甚至覺得自己業障重，點修都係假嘅。但係今日我想同你講一個顛覆你認知嘅真相。你以為自己拜錯神入錯廟，其實唔係，你只係由頭到尾都搞錯咗修行嘅戰場。講一個發生喺我哋身邊嘅真實縮影。有一位60幾歲嘅居士，我哋叫佢做珍姐。珍姐真係一個好虔誠嘅人，佢每日清晨4點鐘就起身做早課，無論春夏秋冬，傳經拜佛一樣都唔會落空。喺嗰個鐘數，成間屋靜英英，得佢一個人面對住菩薩。佢覺得嗰一刻嘅自己最清靜，最貼近佛法。但係呢份清靜通常捱唔過朝早8點，只要屋企人一起身，成個世界就變晒。老公行出嚟怨句，早餐啲粥太稀，新抱又喺度催個孫換衫返學，跟住個電話又響起嚟，親戚又打嚟講是非。珍姐隻手雖然仲揸住串念珠，手指仲喺度轉緊，但係佢個腦已經開始瘋狂盤算，今晚買啲咩餸好，個孫啲學費點算，點解個老公成世人都要咁愛我？佢個嘴仲喺度念緊經文，但個心已經喺紅塵入面翻滾到出晒煙。每次做完功課或者處理完一輪家暴式嘅嘈吵之後，珍姐都會對住佛像長嘆一聲：菩薩啊，如果我可以出家就好啦。如果我一個人搬去深山古廟度住，冇呢啲煩心事，我一定可以修得好好。珍姐嘅心聲係咪聽落好耳熟？我哋總係有一種好深嘅執念，覺得修行係需要一個極度清靜嘅環境，需要大把嘅時間，遠離一切是非恩怨。我哋將自己修行修得唔好嘅原因，全部推俾身邊嘅環境，推俾嗰啲激親我哋嘅人。慢慢地，呢種挫敗感會變成一種自我否定。我哋將呢種自卑當成咗謙虛，將放棄當成咗隨緣，同自己講：算啦，我呢啲凡夫俗子都係喺紅塵入面等死噶啦。成佛呢啲嘢留翻俾啲大師啦。如果你而家心入面都有呢種諗法，我請你喺呢一刻暫時停一停。我想話你知，你唔係冇機會，你亦都唔係冇資格，你只係誤會咗佛陀嘅意思。你以為菩薩要你斬斷一切煩惱，去一個無人嘅地方先可以揾到真理，但真相係你而家腳下企緊嘅呢個爛攤子就係你最好嘅道場。你以為嗰啲激到你扎扎跳嘅老伴，嗰啲成日惹是生非嘅仔女，嗰啲令你半夜瞓唔着嘅擔憂，係阻礙你修行嘅魔鬼？錯啦，佢哋恰恰就係佛菩薩為你度身訂造嘅修行教材。想象一下，如果一個人喺溫室入面學種花，無風無雨，啲花當然開得靚，但係只要一出到去，一陣微風就可以將佢吹斷。真正嘅大樹係要喺狂風暴雨、日曬雨淋入面扎根嘅。屋企就係你嘅狂風暴雨。如果一個人喺深山入面覺得自己好平靜，嗰個未必係真功夫。但如果一個人喺廚房炒緊餸，聽住老公發牢騷，面對住仔女嘅唔理解，個心依然可以穩如泰山，唔俾情緒拖住走，呢個先至係真正嘅大智慧。你覺得煩惱係要嚟消滅嘅，但其實煩惱係要嚟轉化嘅。你每一日經歷緊嘅委屈同不甘，每一次你想發火，但最後選擇咗深呼吸，選擇咗包容嘅嗰1秒鐘，
你嘅修行已經超越咗喺深山打坐10日，所以唔好再怪責自己，亦都唔好再祈求小人遠離你，因為根本就冇所謂嘅清淨地，只要你個心仲有執住，去到天涯海角，你都會揾到嘢嚟煩。講到呢度，你可能會覺得，哇，呢個要求太高啦，要喺紅塵入面保持清醒，要喺煩惱入面睇到菩提，呢啲境界係咪一定要讀好多書，識好多大道理，甚至要有好高嘅文化水平先做得到㗎？我哋呢啲普通人，大半世人淨係識得揾食，連佛經都未必解得通，點可能做得到？如果我話俾你聽，千幾年前有一個窮到連飯都食唔飽，連自己個名都未必識寫嘅後生仔，佢淨係喺街邊聽咗人哋講一句話，1秒鐘之間就睇透咗無數飽讀詩書嘅高僧參唔透嘅語文。你信唔信？唐代時期，嶺南嗰邊有一個後生仔，每日天未光就要起身，孭住把大斧頭行入深山。佢叫做龍慧能，佢老豆好早就過咗身，屋企窮到冧，得返佢同埋一個年紀好大嘅阿媽相依為命。山路好斜，佢行得好慢，唔係因為佢懶，而係佢要一路行一路算住，今日最少要斬幾多擔柴，先至夠換幾斤米返屋企俾阿媽食。每斬一斧頭，佢都斬得特別大力，因為佢知道少斬一擔柴，阿媽今日就要挨肚餓。佢嗰對手起滿晒口黐，泥濘叫摸，好似樹皮咁。但呢對揸住斧頭嘅手，從來都冇停低過。佢心入面其實一直收埋一個配物，一個從來都唔敢同人講嘅配物。人活住到底為乜？難道就係為咗每日斬柴、賣柴、食飯、瞓覺，然後第二朝繼續斬柴，直到有一日老到再斬唔喐為止？佢唔係冇聽過字母，唔係冇見過和尚。每次落山賣柴，路過嗰啲香火鼎盛嘅大寺院，佢都會放慢腳步，遠遠咁望住入面嗰啲住住揸沙、舒舒服服打坐嘅人。佢心入面有一團火，嗰種對真理嘅渴望，對人生解脫嘅向往。但係現實將佢呢團火壓到透唔到氣，幾乎要熄滅。佢成日喺心入面同自己講：我一個字都唔識，連自己個名都未識寫，我連一碗齋飯嘅香油錢都俾唔出，我仲要養阿媽、學佛修行，呢啲係有錢人、讀書人嘅專利啦。我呢啲爛命一條嘅砍柴佬，邊有資格？呢種深深嘅無力感同埋自我否定，同我哋講到嗰位真者覺得自己無清淨地就冇資格修行，係咪好似大家都以為修行係要講門幹嘅？但日子就係咁奇妙，命運嘅轉換點往往就出現喺你最意想不到嘅爛攤子入面。直到有一個下真，慧能挑住2擔重甸甸嘅柴，落山去城入面一間客棧送貨。嗰日嘅街市市集好墟冚，人山人海，周圍全部都係小盤嘅叫賣聲、馬蹄聲、屠夫劈肉嘅聲，同埋啲人為咗1兩毫子喺度面紅耳熱講價嘅嘈嘈聲。慧能身水身汗咁放低擔柴，正準備抹下汗走人，突然之間佢聽到客棧間房入面有人喺度細細聲念經，周圍明明嘈到拆天，但嗰句經文就偏偏好似行雷咁，清清楚楚咁轉入佢耳仔。嗰句經文得8個字：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就喺呢1秒鐘，神奇嘅事發生咗。慧能成個人愣住咗喺街頭，擔挑差啲跌咗落地下。佢身處喺一個最世俗、最污糟邋遢、最多利益衝突嘅鬧市入面，但喺嗰一刻，身邊嗰啲嘈喧巴閉嘅聲，好似突然之間退後晒。佢望住街上嗰啲為咗生活奔波勞碌、苦苦掙扎嘅人，心入面竟然湧起咗一種前所未有嘅大慈悲同埋極度嘅平靜。佢根本冇讀過書，講唔出呢8個字表面係咩意思，但係佢個心徹底明咗。《金剛經》入面呢句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用我哋嘅大白話嚟講，就係唔好俾你個心固執咁停留喺任何一個念頭、任何一個環境度，但同時又要清清楚楚咁保持你嘅本心。慧能喺嗰一個充滿煙火味嘅鬧市入面，突然醒覺，原來佛性根本就唔需要用錢去買，唔需要識字先可以擁有，更加唔需要剃光頭拎入深山古片先揾到。真正嘅清淨唔係因為周圍無聲，而係你個心唔再俾外境拖住走，
嗰啲一直責住佢嘅我唔夠好，我冇資格，我太窮，喺呢一秒鐘全部瓦解晒。佢嗱嗱聲走去問客車入面嗰個人，呢句係咩經？去邊度可以學？對方同佢講，呢個係金剛經，而家喺黃梅嘅五祖弘忍大師嗰度可以學到。慧能當下就做咗個決定，佢要去。呢個決定唔係經過深思熟慮計過度過，而係由佢嗰本自清淨嘅心發出嚟嘅。佢將賣柴啲錢安頓好阿媽，自己一個人行咗成個幾月路，由嶺南直奔去黃梅，千辛萬苦去到黃梅，佢終於見到五祖弘忍。五祖望住呢個滿身灰塵、一副鄉下佬咁嘅後生仔，故意試探佢：你係嶺南人，即係南蠻谷料啦，你點可能有佛性？點可以作佛啊？慧能毫不猶豫，定個台史咁回咗一句震驚天下嘅說話：人雖然有南北之分，但佛性邊有南北之分嘅？就呢一句話，已經清清楚楚咁宣告咗佢嘅開悟。五祖一聽就知呢個唔識字嘅後生仔，悟性高過字母入面嗰幾百個報讀詩書嘅和尚。但係五祖有冇即刻收佢做入室大弟子，俾間最靚嘅前房佢日日打坐念經？冇。五祖反而將呢個已經開悟嘅天才打發去全寺最污糟、最辛苦嘅地方——米房，要佢日日同啲穀糠泥水打交道，做最下賤嘅粗重功夫。慧能就係被五祖安排咗喺呢度。佢生得瘦削，唔夠力踩嗰個重甸甸嘅石塊，點算？佢執咗嚿大石頭綁喺自己條腰度，用嚟增加重量。每踩一下，舊石頭就磨到條腰損晒，流血結焦之後，第二日又再磨損。佢冇得聽大師講經，冇得去靚靚嘅前房打坐，每日由朝到黑就係重複住同一個動作，踩落去，放開，再踩落去，一做就做咗8個月。你睇到呢度，可能會等佢唔抵，覺得五祖係咪老糊塗，故意刁難呢個天才？但其實五祖係將最高級嘅修行法門交咗俾佢。大殿入面嗰啲和尚係用嘴巴念經，用蒲團打坐，而慧能係用佢嘅血汗，用佢嘅生命喺爛攤子入面寫緊一部經。佢每一次踩落去，心入面無怨言，無比較，無去計較幾時先捱出頭。佢只係清清楚楚咁專注喺當下嗰一秒鐘。呢個又污糟又辛苦嘅十米房就係佢嘅道場。嗰嚿磨損佢皮肉嘅石頭就係佢嘅佛珠。佢證明咗一件事：真正嘅禪定從來都唔係坐喺度唔喐，而係喺面對粗重功夫、面對生活重壓嘅時候，個心依然可以如如不動。就咁過咗8個月，五祖覺得時候到啦，要揀接班人傳授衣缽。五祖叫所有弟子每人寫一首偈語，睇下邊個悟得最透。當時全寺最叻、最有學問，亦都係最俾人睇好嘅大師兄神秀，半夜3更喺牆上面寫咗一首好出名嘅偈：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呢首詩講得好靚，意思係話我哋嘅身體就好似一棵覺悟嘅樹，個心就好似一塊一塵不染嘅明鏡。我哋每日都要勤力咁去抹呢塊鏡，唔好俾外面嘅灰塵整污糟佢。你覺唔覺得神秀大師兄呢種諗法同我哋絕大部分人一模一樣？我哋覺得自己個心本來係清淨嘅，但係出面嘅世界太污糟，老伴太長氣，仔女太難教，呢啲就係外面吹入嚟嘅灰塵。所以我哋要日日念經、打坐持戒，就好似攞住塊布係咁抹塊鏡，想將啲煩惱抹走，死都要保持嗰份清淨。有一日，有個小和尚行過條米房，口入面吟動住神秀呢首詩。慧能一聽，停低咗踩翻嘅腳，佢搖搖頭，同小和尚講：呢首偈寫得好，不過仲未見到本性。慧能唔識字，佢請人幫佢喺另一蒲牆上面寫低咗佢嗰首震驚千古、徹底顛覆所有人認知嘅偈語：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呢首偈嘅意思係覺悟根本就冇形狀，你個心亦都唔係一塊實質嘅鏡，你嘅本性本來就係空明清淨，咩都冇嘅。既然本來就咩都冇，啲灰塵可以落喺邊度？呢個就係凡夫同覺悟者最大嘅分別。神秀仲喺度對抗灰塵，
覺得煩惱係真實存在嘅，要好用力去清除，但慧能直接睇穿咗，煩惱根本就係幻象，只要你唔去執住嗰塊鏡，邊度仲有灰塵可以影響到你？套用翻我哋嘅日常生活，你覺得屋企人煩，係因為你心入面有一塊叫做我要清淨，我要俾人尊重嘅鏡，人哋一句唔好聽嘅說話跌落你塊鏡度，你覺得污糟咗，於是你就生氣。但如果你連嗰塊鏡都冇呢，人哋講乜就由得佢好似風咁吹過，根本冇嘢可以承載嗰啲怨氣，你個心一樣係安安穩穩。五祖行過睇到慧能呢首偈，心入面猛然一震，呢個不識字嘅砍柴佬真係徹底開悟咗。但係五祖好通透，佢知道如果公開將衣缽傳俾一個連米房嘅下人，嗰幾百個心高氣傲嘅和尚一定唔服氣，甚至會因為妒忌而加害慧能。於是五祖除低隻鞋，用鞋底將牆上面啲字擦走，故意同大家講，都未見聖。到咗半夜三更，五祖靜靜雞行入納米房，用袈裟遮住窗戶，親自為慧能講解《金剛經》。當再次講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嗰陣，慧能大徹大悟，五祖就將代表禪宗正統嘅衣缽交咗俾呢個連字都唔識嘅後生仔，正式立佢為禪宗第六代祖師，六祖慧能。不過如果你以為慧能攞咗衣缽之後就會即刻開宗立派，坐喺高高嘅法座上面受人跪拜，咁你就錯啦。佢為咗避開嗰啲爭權奪利嘅追殺，將自己徹底隱藏起嚟。佢匿入咗深山，同嗰啲以殺生為業嘅獵人混埋一齊，一匿就匿咗足足15年。呢15年入面，佢冇得食長齋，啲獵人煮肉，佢就只能夠將啲菜放落肉碟隔籬白灼。人哋笑佢，佢就話：我淨係食肉邊菜之嘛。喺最污糟、最充滿殺戮嘅環境入面，佢將自己嘅心磨練到圓融無奈。直到15年之後，時機成熟，佢終於再次出山。而佢一出嚟，冇講啲咩虛無縹緲嘅大道理，反而係直接拍出咗一首徹底顛覆當時成個佛教界認知嘅偈頌《無相頌》。呢首頌嘅殺傷力有幾大，簡直可以話係對傳統修行觀念嘅一次降維打擊。《壇經》入面記載，慧能喺《無相頌》入面講咗兩句極度惹火嘅說話：心平何勞持戒，行直何用修纏。呢兩句話一出，當時好多傳統嘅和尚聽完，成個人都懵咗，甚至嬲到震。佢哋心諗咩話？心平就唔使守戒律，行得正就唔使打坐參禪。你呢個係咩邪教？你係咪想毀滅佛法，教壞世人啊？喺當時嘅人眼中，和尚唔守戒，唔打坐，咁仲叫咩修行人？但係慧能真係叫人放棄戒律，放棄禪定咩？絕對唔係。佢真正要打破嘅唔係戒律本身，而係我哋對戒律嗰種死板嘅執住。我哋先嚟睇上半句：心平何勞持戒？點解要持戒？佛陀定低不殺生、不偷盜、不妄語呢啲規矩，本意係用嚟保護我哋個心，等我哋唔好做錯事而生起煩惱。但係如果一個人個心本來就已經充滿咗慈悲，平靜到冇一絲惡念，佢仲需唔需要日日提住自己？我唔可以殺人，我唔可以偷嘢，根本唔需要，因為佢連害人嘅念頭都唔會生起。當你個心真正平靜咗，戒律就已經自然生長喺你入面。你試諗下，我哋現代人係點樣持戒嘅？我哋好多時將修行變成咗一套外在嘅打卡制度，日日就好似個訓導主任咁及住自己。朝早起身念咗3遍心經，好，打個剔；中午出街食飯，忍住無叫燒肉，食咗碟羅漢齋，好，又打個剔；晏僧忍住無同新抱鬧交，再打個剔；到咗夜晚，望住張修行成績表，自我感覺良好，覺得自己今日修得好清靜。但係你問心嗰句，你個心真係清靜咩？食齋嗰陣，個心可能仲嫌棄碟菜太淡，忍住無同新抱鬧交，但心入面已經將對方鬧咗千百遍，屈到成肚都係火，充滿住委屈同不甘。呢啲就係慧能所講嘅形式病，做足晒表面功夫，住到好似個修行人咁，但內心依然係充滿貪嗔癡。慧能一語道破：如果你個心唔平，你守1萬條戒律都係假嘅；如果你個心平咗，
你根本唔需要刻意去守，因為你嘅一言一行就已經係最高嘅戒律。我哋再睇下半句，行直何用修陳？咩叫做行直？就係做人光明磊落，為人處事坦坦蕩蕩，唔奸人，唔瞞人，問心無愧。慧能話俾我哋知，當你嘅行為真正正直咗，前定自然就喺入面。點解？因為前定嘅本質就係內心嘅安定，而一個人個心幾時會最唔定？就係做咗虧心事嘅時候。如果你日頭為咗少少利益呃咗個朋友，又或者喺背後督人背脊，搬弄是非，到咗夜晚半夜3更，你就算特登換套靚靚嘅打坐服，點起頂級嘅沉香，盤起雙腿坐喺度，你個心一樣會七上八落，翻來覆去都靜唔落嚟。呢個就係心不定。相反，如果你日頭踏踏實實咁做嘢，對得住天地良心，對得住身邊嘅人，你就算夜晚攰到成隻狗咁，一撻落床就扯鼻鼾瞓住，嗰一刻你嘅心就係處於最高級嘅前定入面。你根本唔需要專門去深山揾個清靜嘅地方去修一個定出嚟。慧能冇話過唔需要戒定慧，佢只係將修行嘅標準由外在嘅形式直接拉高到內心嘅本質。佢唔要我哋做表面文章，佢要我哋從心底裏面轉變。聽到呢度，你可能會覺得個心鬆咗一啖氣。原來修行可以咁生活化，唔一定要敲木魚同打坐。但同時，你亦都會發現，慧能嘅要求其實仲高，因為喺蒲團上面扮清靜2個鐘好容易，但要喺柴米油鹽、人際是非、各種利益誘惑面前，保持住心平同行直，呢個先係真正考功夫嘅大挑戰。既然生活就係最好嘅道場，咁到底可以點樣喺紅塵入面修出個真神仙？喺唐代有一個超級富豪，用佢極度傳奇，甚至喺世俗人眼中係發咗癲嘅半生，完美咁演繹咗咩叫做喺紅塵入面修出真神仙。呢位大富豪叫做龐蘊，龐家可以話係富甲一方，家財萬貫，出入都有大把工人服侍。龐蘊前半世人同所有有錢人一樣，日日掛住點樣做生意，點樣將屋企啲財富越滾越大。但係佢好好彩，機緣巧合之下，佢遇到咗2位錢中嘅頂級大師，石頭希遷同埋馬祖道一。經過大師嘅點化，龐蘊開咗悟。開悟之後嘅佢，並冇好似其他人咁耗使幾百萬去起幾間大廟，或者買塊地建個超級大佛嚟彰顯自己嘅功德。相反，佢做咗一件令全家上下，甚至成個城鎮嘅人都覺得匪夷所思嘅事。有一日，龐蘊叫人將屋企所有嘅金銀珠寶、古董字畫全部裝晒落一隻大船度，然後佢同屋企人將隻船扒到去湘江最深、水流最急嘅江心，跟住佢一件一件咁將嗰啲價值連城嘅寶物全部抌晒落江底。當時岸上面啲人睇到眼都突埋，有人揼心口大叫：龐老爺，你係咪黐咗線啊？你唔要啲錢，點解唔攞去派街坊，捐俾窮人，再唔係捐去佛寺做善事，都叫做積下功德啊？你咁樣揼落水，真係折墮啊！面對住岸上嘅指責同唔理解，龐蘊企喺船頭，好平靜咁講咗一句震驚千古嘅說話：呢啲嘢害咗我大半世，我點可以再攞去害人？你聽真啲，呢句話係咪好反常？喺我哋眼中，錢係好嘢嚟嘅，點會係害人嘅毒藥？但你試刻代入龐蘊個心境去諗，佢睇透咗財富本身係無罪嘅，有罪嘅係人對財富嗰種貪婪同執住。佢大半世人為咗守住呢啲家產，日防夜防，驚俾人呃，驚生意蝕，個心從來未安樂過。如果佢將呢筆錢派俾窮人，窮人可能會因為突然橫財就手而生出貪念，兄弟為錢反目。如果佢將筆錢捐俾寺廟，佢自己個心可能又會沾沾自喜，覺得自己做咗一單好大嘅功德。呢種我好偉大嘅傲慢心，恰恰就係修行最大嘅障礙。所以佢選擇沉船，佢揼嘅唔係金銀珠寶，佢揼嘅係心入面嗰個死纏爛打嘅貪字，係嗰個一直綁死佢嘅我字。沉船之後，龐蘊一家4口，佢太太、個仔同埋個女龐靈照，由超級富豪變成咗身無分文嘅窮光蛋。佢哋冇再去爭名奪利，
一家人搬去一間爛茅屋度住，冇工人服侍，點算？佢哋就靠自己對手，日日上山斬竹，然後坐喺屋企熄竹爐，每朝早攞去街市賣，賺返幾十個銅錢嚟買米食。由食山珍海味變到食粗茶淡飯，由住大屋變到踎茅坑。你估佢哋有冇怨天尤人？有冇覺得自己好慘？完全冇。相反，佢哋一家四口竟然全部都喺呢啲最底層、最瑣碎嘅生活入面大徹大悟。有一次，有個出家人慕名而來拜訪龐蘊，問佢：龐居士，你覺得出家修行同喺屋企修行究竟有咩唔同？龐蘊一邊手不停咁熄緊竹爐，一邊笑住講咗一句流傳千古嘅名言：日用事中無別法，惟吾自偶諧。呢句話用大白話嚟講就係喺日常起居飲食、柴米油鹽入面，根本冇咩特別高深嘅修行秘訣。最緊要嘅就係你做每一件事嗰陣，個心都清清楚楚，同自己和諧共處。你睇下龐蘊一家嘅日常，老豆喺度熄竹檔，個女喺旁邊幫手破竹環，阿媽喺灶頭煮飯，個仔喺度斬柴，無人敲木魚，無人念大悲咒，無人着袈裟打坐。但係佢哋每個人都喺度修行，因為佢哋嘅心係100%活喺當下。熄竹廊嗰陣，個心就喺條竹位度，唔會去掛住尋日賣少咗個輪咯。煮飯嗰陣，個心就喺個飯煲度，唔會去憂慮聽日有冇米落鑊。呢種做緊乜就全心全意做乜嘅狀態，就係最高級嘅禪定。而清楚知道自己每一個起心動念，唔俾情緒拖住走，就係最高級嘅般若智慧。龐蘊用佢成家嘅生命軌跡，向我哋證明咗一件事：在家修行唔係話日頭去返工應付生活，夜晚返屋企先攞個蒲團出嚟修行。修行同生活根本就係同一件事。當你喺洗碗嗰陣，感覺到水嘅溫度，感覺到隻碗嘅質地，你冇喺度嫌棄啲油污，亦冇喺度鬧個老公唔幫手，你只係清清靜靜咁洗好一隻碗。嗰一刻，你個廚房就係你嘅大雄寶殿，你洗碗嗰對手就係菩薩嘅手。廟裏面嘅鐘聲會停，但你心入面嗰份覺知係唔可以停嘅。聽到呢度，你可能會話，講就容易，但我身邊嗰個老伴日日幫我，個新抱又成日黑面，老闆又衰，我點樣喺呢啲爛攤子入面保持清靜啊？我哋成日祈求佛菩薩保佑，希望身邊冇小人，希望仔女聽教聽話，希望老伴唔好咁長氣。總之就係想將生活入面所有唔順眼嘅淤泥全部穿走。但係如果真係俾你穿走晒所有淤泥，你生命入面嗰朵清淨嘅蓮花就永遠都冇辦法開出嚟。六祖慧能喺《但經》入面講過一首好通透嘅偈語：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毀菩提，塔如求兔角。呢幾句話意思真係淺白到不得了。佛法從來都冇離開過我哋呢個充滿煙火味嘅世俗人間。如果你覺得要遠離人群，撇棄屋企人，去一個深山老林度先可以揾到覺悟，咁就好似你想喺一隻兔仔嘅頭上面揾對牛角一樣，根本係痴人說夢話，永遠都揾唔到。點解？因為真正嘅煩惱從來都唔喺外面，而係喺你個心入面。你換咗個環境，個心唔變，過多3、5、7日，你一樣會嫌間祠冇啲飯餸唔啱胃口，嫌隔籬個師兄烤木魚烤得唔好聽。所以收起嗰個等我退休之後就去清修，等仔女大晒我就去學佛嘅避世夢啦。修行從來都唔係教你逃避生活，而係教你點樣喺紅塵呢個爛攤子度執正你自己。為咗令大家可以將六祖同龐蘊居士嘅大智慧真正用落我哋嘅日常起居度，我喺度總結咗3個在家修行嘅梟囊。唔需要你識背心武嘅經文，只需要你喺每日嘅生活入面稍微轉一轉個念頭。第一個梟囊係最難頂嘅關係入面修。去到我哋呢個年紀，最放唔低嘅往往就係屋企人、仔女嘅學業事業、孫仔孫女嘅管教，同老伴之間幾十年嘅恩怨情仇。好多時我哋覺得委屈，係因為我哋心入面有一個好實淨嘅我係長輩，你點解唔聽我講？我為呢頭家付出咗咁多，點解你哋唔感恩？當你下次再俾老伴激到火都嚟，或者見到仔女啲生活習慣唔順眼，
想開口鬧人嗰陣，試下停3秒鐘，話俾自己聽，佢唔係嚟激我嘅，佢係佛菩薩派嚟考我嘅。人與人之間嘅緣分，無論係報恩定係報怨，都係因果。你越係執住去改變對方，你就越痛苦。長輩有長輩嘅慈悲，晚輩有晚輩嘅怒，學識保持距離。有啲嘢睇破唔點破，唔好刻刻都去干涉。呢種克制同埋包容，就係最高級嘅忍辱波羅蜜。嗰個激到你扎扎跳嘅人，其實就係幫你磨平執住嘅貴人。第二個乞食囊，喺起居飲食嘅鎖匙入面修。彭允居士話：日用事中無別法，修行其實就藏喺你每日由朝到晚嘅習慣入面。朝早起身，慢慢梳洗，感受下啲溫水流過雙手同面頰嘅感覺。梳頭嗰陣，清清楚楚咁感覺每一下梳齒刮過頭皮嘅力度。唔好一邊刷牙，個腦就一邊愁緊，眼真要去街市買咩餸。食緊飯嗰陣，就好好嗒真每一啖白飯嘅甜味。唔好攞住部手機係咁碌，又或者掛住講人哋啲是非。當你將心神全部收攝翻落當下呢一刻，做緊乜就淨係專注做乜，唔去追悔尋日發生嘅事，唔去焦慮聽日未發生嘅事。慢慢你就會發現，原來煮餐飯、抹下張台，甚至係靜靜地坐喺窗邊飲杯熱茶，都可以令個心安定落嚟。呢種平靜絕對唔輸比喺寺廟打坐3個鐘。第三個 Hexcom， 把煩惱當作菩提，唔好再去求神拜佛幫你消災。我哋傳統觀念成日覺得遇到唔順心嘅事就係業障，要去拜神求化解。但真正嘅覺悟者會話俾你知，你遇到嘅每一個難關、每一場大病、每一次失去，全部都係你靈魂健身房入面嘅亞腎。佛菩薩唔會幫你攞走個亞腎，因為攞走咗，你就永遠練唔出強壯嘅肌肉。所謂嘅轉運改命，唔係話天上突然跌嚿金落嚟俾你，而係當你個心變得通透，唔再俾外境兼住走嗰陣，即使面對同一件倒霉嘅事，你都可以一笑自知，從容面對。當你唔再覺得佢係煩惱，災劫自然就化解咗。古人覺得心開運就開，對我哋今日面對晚年生活嘅各種變幻，一樣有莫大嘅幫助。講到尾，慧能大師同埋龐蘊一家嘅故事，就係想點醒我哋，道場唔喺遠方，就喺你腳下。你唔需要一件長衫，唔需要一個深山古玉，你而家企緊嘅廚房、客廳，就係你成佛嘅地方。你以為自己係喺度湊合住過日子，其實你已經喺最真實、最殘酷嘅紅塵戰場入面，收緊最高深嘅法門，收起你嘅自卑，亦都放低你嘅焦慮。由今日開始，用一顆清淨覺知嘅心，去過好每一個柴米油鹽嘅日子。呢期嘅分享就到呢度。如果你覺得呢啲古老而通透嘅智慧對你有啟發，不妨試下分享俾身邊嗰個成日為生活操心嘅朋友，亦都歡迎訂閱呢個頻道。最後，我想邀請你喺評論區寫低你而家最放唔低、最令你頭痛嘅一件事，唔使怕醜，寫出嚟，面對佢，個心自然就會鬆啲。我哋下期再見，祝你日用平常之中得大自在。